镜头来纽西兰伫去年才推出世代禁烟令，就是讲伫2008年了后出世的这囡仔，袂使食薰嘛买无薰。啊，毋过这项禁令即马伫新的政府上任了后，已经随改掉。政府理由是讲，安尼政府会减少新台票310个亿的税金。另外嘛，烦恼讲禁止了后，偷卖薰的问题会变严重。食薰会滴到喙内变正，可有薰臭味。薰盒仔顶拢有即款的警告文字，目的是要减少食薰的人。毋过，日前纽西兰总理罗克森的保守派政府一上任，就改变前总理安尼丁要互2008年了后出世的人买无薰的世代禁烟令政策。原本的想法，佫规定市面上90%的店头袂使佫卖薰臭类的产品，会当卖薰臭类产品，嘛要减少尼古丁的含量。We've seen smoking rates come down across multiple generations of government. We expect that to continue. We'll have strong education campaigns. 讲话专家对着禁烟政策的大变化，拢真着惊。因为纽西兰每年大约有5000人因为食薰所引起的毛病来死亡，其中以食薰率上悬的原住民毛利人受害上严重。新任的财政部长威利斯讲，根据评估，若实施旧政府的禁烟政策，恐惊会予政府的税收减10亿美金。大约是新台币315亿。总理罗克森讲，政策改变主要是考虑禁烟令会予乌市兴旺，而且乌市佫无纳税金。另外，澳洲卫生部长巴德勒伫2杯讲，除了医疗用途协助解烟的电子烟以外，澳洲明年正月开始会禁止进口一改性的电子烟，因为这款有尼古丁的电子烟愈来愈受少年人欢迎。这是澳洲加强管控的第一步。These are the vapes that have pink unicorns on them, bubblegum flavouring, disguised in order for them to hide them in their pencil cases. This is not a therapeutic good to help hardened smokers kick the habit. This is a good that is deliberately targeted at our kids to recruit them to nicotine addiction and then to cigarette smoking. 伫主要由好亚国家所组成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内底，澳洲是食烟率上低的国家之一。不过，电子烟市场快速成长，尤其受到少年人的欢迎。根据澳洲政府的统计，18岁到24岁人口大约有5%食过电子烟。公视新闻新6倍编译。